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家人朋友，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间，我们有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邀请你在每一次一同来聆听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起来思考、反省我们生命的功课，也让我们一同学习在生命的智慧当中能够得到成长。我们也一起用一首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这首诗歌来思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时刻都需要来思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满满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祝福的生命当中，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惶恐，也不再有得罪别人的地方。让我们的生命从头到尾，让我们的生命从说话到所走的每一条路，都能够用生命来回应上帝所给我们生命的祝福。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当我们每天在思考我需要什么，我欠缺什么的时候，让我们学习观看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样大自然的产物，都是上帝所创造那美好的东西。他们不担心他们吃什么，唯有交托，唯有将生命付诸于行动，付诸于实践的行动。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份祝福，用欢喜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上帝所给我们的是丰富满满的恩典。耶和华的祝福亲像海边的土沙，遐尼多，遐尼算袂尽。愿咱常常用阿乐、用敬拜的心
来咱的主称赞甲学乐，将一切荣光来归给咱的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观看一段圣经节，在马太福音第22章23节到33节，马太福音书第22章23节到33节。上帝的话这样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7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7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7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看到这一段圣经节，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2章23节到33节里面，特别提到一个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可说是全部的犹太人里面能够犹太教里面的门徒啦，算是名门望族啦。那这个族群啊，这个撒都该人啊，他们可说是非富就是贵，贵气。那他们只承认摩西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唯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否定一切神奇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一些很神奇的神迹，他们是不觉得怎么样，也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呢，这刚好跟法利赛人是相反的，他们也相信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甚至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跟魔鬼。但是因为耶稣他传天国的福音，靠耶稣也是可以说他们对耶稣来说是非常的苦恼了，也算是非常的生气。为什么这一个人常常仗着这个他的能力在行这些好像神迹奇事一样？所以撒都该人他们其实到耶稣的面前，特别来质问耶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节。所以当我们来看撒都该人他们怎么样问耶稣，那耶稣怎么来回答他们？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基督徒也同样在面对许多非基督徒，甚至不明白我们基督徒在认识的这位上帝。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用一个更正确的态度来明白我们所认识的这份信仰跟真理？我们要了解撒都该人他们既然能够明白摩西的五经，但是在他们的很多在未来在期待弥赛亚生命再造甚至重生的这个功课上，他们是比较低落的。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耶稣怎么来教导撒都该人。从圣经的一开始，撒都该人问耶稣，从24节到第28节，他们提到夫子啊，老师，摩西说过这人如果死了没有孩子，那他的兄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然后为他的哥哥生子然后来立后。那但是呢，如果哥哥老大死了，那换谁？或换老二？
那如果老二也死了，那要换谁？换老三来娶老二的太太。那老二的这个弟弟啊，也就娶这个死掉的兄长大哥的太太。就是说，不要让他的太太是没有后的。好，所以呢，这个简单撒都该人问的话语当中呢，很简单，就是从第1个到第7个，假如有这样的人，好，那么妇人也应该这样来做。可是呢，如果死后复活来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时常在说的重生复活的生命当中，其实撒都该人就在问这个问题。如果当复活的时候，他这个太太，请问是7个人当中的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其实我觉得问这个问题有一点矛盾。怎么说？问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跟重点，只不过只是来问一个好像我们也时常都会问耶稣、问上帝有一些小问题。那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在第29节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其实耶稣正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生命的真理，也就是说，当人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或者是不明白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背后的那信仰的真谛的时候，往往是明白的很肤浅，而且所了解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单纯，那不经意的会问一些很无理的问题，甚至简单来说，人家会傻眼，然后那年轻人的用语叫傻眼的问题。所以呢，耶稣说不明白圣经，当然你就没有办法晓得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啊。那反过来说，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甚至也不明白，到底我们所经历的生命的过程为什么是那么的困难，甚至是为什么那么的让人感到疑惑。其实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安静心下来了解圣经在教导什么，圣经安怎的教导咱，让咱了解什么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他奇妙的计划。所以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当然就没有办法晓得上帝的大能啊。所以当我们不了解上帝做的那一些奇妙的大事的时候，我们就要重新来回想，我们了解圣经多少。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上帝的能力，别人在做见证，别人在赞美神，说上帝多么有能力，改变了他的家庭。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却一直无法体会，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体会得到？各位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语真的太重要，我们要更多的明白圣经，是为了要明白那个背后上帝的真理，也就是透过耶稣的话，透过他的门徒，透过使徒保罗，透过许多圣经当中启示的预言。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就回答了，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没错吧？你死了还会再娶还会再嫁吗？你何尝在问我，到底他是属于哪一个这7个兄弟的哪一个太太呢？这不用问了，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耶稣这样说。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哇，耶稣还做个比喻哦，他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复活之后抓他们的语病，耶稣又反驳回去，不是这样而已。耶稣他甚至说，上帝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31节，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我觉得这句话让我非常的清楚知道，什么叫做上帝是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耶稣他非常清楚知道，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或雅各，虽然他也没见过，但是他非常的明白，上帝活生生的在这些信仰的先辈的生命当中留下那美好的见证跟计划。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学习
就如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圣经节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不仅要明白圣经的道理，我们就能够明白上帝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些，我们更需要如同耶稣对撒都该人所说的，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耶稣告诉我们透过很多的信仰的前辈，或者以及你曾经感受过那个充满让你感动的在那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已经蒙主恩召，他们留下非常好的信仰的教宗让我们学习。所以最后一句话，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他们在想，哇，耶稣怎么会回答的那么的令人啧啧称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需要更多透过明白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圣经有许多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丰富的智慧，也不仅让我们了解上帝的智慧是什么，也让我们更明白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的上帝他奇妙的能力，在我们生活当中要彰显出来。你期待这份大能的能力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你的生命，为你的家庭带来祝福吗？邀请你找你附近的教会，甚至鼓励你的朋友一起来参与教会的聚会跟活动。虽然现在疫情期间，但牧师期待你透过聆听直播的节目，或者是你就近的教会的牧养，你的生命要透过更多主的爱来得到生命的盼望。我也相信在这末后的世代，有许多人对环境有许多的不解，甚至惶恐的心态，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祷告，来让神来赐给我们力量，而是那一份安静心的力量。愿主赐福大家平安。主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祈求，让我们明白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祷告是有力量的，祷告的力量是在于不仅我们信心的建立，更是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行那祝福的恩典跟救恩。垂听每个呼求，感谢主，让我们透过更多的祷告来得到那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时刻在生命在主的面前，用祷告的心来向主求，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跟祝福。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
当你祷告感受不到力量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祷告，因为祷告的力量需要时间来证明，不是一刻，不是一个时候，一个需要再来求。我们需要更深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祷告，来让我们有力量来坚持前面的道路。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先相信神奇迹，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是信实的神，他必定应许我们在他面前诚心诚意的祈求跟祷告。愿主的平安赐予大家。